请听上篇台词老二夫第8回陈清，由张继林、张继国演唱。真用得你来争，忽有半对呀，但是来争你，既自真用着一计真心，不过心里总怪你的啥么？你阿父一对亲的儿子，为啥智力要说出许许多多有罪外物，而且什么也掉，虽想掉不害我为当，打死我的吃穿的，为当流浪想去讲不娘听，叫你娘呢讲不要听。那么写字纪念呢，让你要最好注意到有没有成你懂，到底这个人心傻叫傻，要拢拢听傻。不过你来这么这个想，让来正大屋头上东里要去见娘，但是我始终在日不离呀，我交代我是啥你们叫问我啊？倒是叫问我今朝可见叶美清到自家一个儿子来，就一方面嘛羡慕啊，心里想还有点愤怒，啥个愤怒？羡慕里，哦哟，不能得弄上自家个儿子，愤怒的啥啊？肚里就你的鸡鸭米送，一人之有百人之上，当上个国了，你不生，这给个生怒。啥难道该抢啊？导致自家一个女子定根，叫问我心里不好。一周女的要么当那国落去打高是南安不了打高不，所以到你送门里了，怕你送罗皮门机呀，是难口的小囡呐，老几是满意的不得了。少问我想你许多话，我一没请报了老不大便当，说你请兄来金资金啊，但你10万分盘工程来到李家去，但你10万帮忙对啊，所以一没请不少问我当不开，少问我对鸡鸭女送是几乎大人，一没请到张子明的女子定根，我可随着个大到呢国老父老总不大便当。不大好了，啥道理？我张子明总的回来那个辰光，但你回不来去，死不掉好。那么一个女子啊，女媳妇必出女子，总啊等你不为好莫到路去，是吧？我就不要关照一女群啊，那个女子少找到一把相夫里来，我你送在家问我口口是分话啦。今日老夫既生日一用，品貌出众，一表人才，将来到欧洲一举栋梁，这个效果好，我欢喜啊！早闻我听见了你送了欢喜这个身子来得真好，这个么基本上那肌肉欢喜是这样，还要努力弄过来。现在叫医用，你非要不叫医用，将来改为叫你用。哦，这老几听见考了，能给我这个身子弄过来，医用给你用，这最好的，是没有啥个办法，还是别当，实际要这个好。我当中来抽一手。我来单独多把外美做一个美人，你说是多少人的美人啊？是拿你生你来真的终身须配不义用，你说是配？这问我看看你哪当想出来啊？你刚刚说要医用给你用，我还动了身子。那你现在拿我生龙去搞，不是变得我贴他个生龙的。哦，你送带着问我口口是不行，那可以呢？我生龙在比拿不来
不吃讲。哎呀，实际呀，来身听我去，是哪？是表面上我你十六搞不一美清女子，受一美清的心腹，你们到个业障，搞过去。等到出家导致兵路富了，你也叫不要不理想，叮咚不理等一个月，这一个月等我来呢，好了，你都要回门了。我叫之前我新郎新娘接走了，接到该当年讲，他们来鸡鸭出面，打也没成讲，没成。哪个女子等了哪屋里读书啊？他一少生，我给大王知道，生之日让我打读书啊，让你书房好好叫用功，有辰光分享你，我还好懂过过目，都好指点指点你。那因为全不够回来呢，来鸡鸭来我的总归在听的。哦，这么好了。你三舅有儿子，三舅讨那个媳妇，但是半个儿子怎么着搞嘛？那一到子你搞来，那么你一家努力把了，希望你还用功尽到，这样来得种公民在不管上，总归是你该打人。因为吃你这么有感不可见的，这个药是过过敏的药，是吧？两力气息，这样来说就要为一种都好吃。你总是说个好吃，要各位复杂之外，要个杂女子要为，但是要个高档女子要得，一美清给几百万教材，将来一美清使用来个地高档才是医用的，那么呢将来医用该是医用，老是是一美清个地谁难也高。哦哟，你送听不对呀！十分歪呀！这桩事体是够成功了，将来一美清个的家财弄过来，我把你三七分账，找个我是下恩相，好，这么镇定这个，不过是只要事体不要偷啊，也就要夸。昨天现在你刚刚分真的，你都要你这个个人不够日子，你也叫一头上啊，你都父子也有个人这两年讨一个，上要夸不夸？好，老实说，只要你16年来正告知过去，是不是吧？上这张老虎贼得很，倒是铁里不要到大理不了，对法师道的了，来笃定啊！你送大招问我们个地要记用好，你回过来再去信一美清，就是招问我个记着两米赛道，那这里打一美清哪讲法？打一美清的讲起来也是一个想法，也是一个说法，是美清兄啊，那个女子虽然于是张志明的功劳，你努力打到经理来了。说心小，34岁，56岁，哪怕60岁，你弄得来养肚子了，到将来对你活用，到贴心的。你现在弄个女子可你噻，是吧？那么老实说，你恭喜跟你竞争，叫你要为啥？你是为是公民啊，要你提拔。将来你的心成就下里都心脏，那你养不高，你们去一听着，我俩只要遇到你，是这么分话的，你还好当想办法，是别的。要那个女子用善用事，细心他地，不能做女子，有一个办法，啥个办法？将来来派起亲来了，就讨起新妇来啊，来发讨外头呢，要讨你自家呢，因为就是讨你自家人，讨啥人干？你自家人啥人呢？哎呀，是雷群兄啊，你放心，我年头就把你做好，啥？还要随时该打，算了。
礼部千金，他是的神奴你来争。那么年轻老高铁也是神奴，也是心腹来看呐。玉梅城是配不上吧？从古之来看，我的兵部里给衙礼部提过我把阿刁你送分我的大用，一人之有万人之上，这破来吧。赵文我是你放心，老实是我把你是来去刚去打衙你送到温州把的中国大人，你敢不是我的送到你府上梅群兄啊，一张都好吃两相了，说好吃他讲是梅群兄那个本真本，你是为这个一个女来争，你送这个一个女子，你是为让你想，你送给就家财，你是为给就家财，将来你送你是为西游来个地高档，少年谁人都辛苦的，也是那个那可难。看看人光一眉城听见的新花开，十分瓦的呀。是个张府体神功，将来你家父子个的家财通通到我水了，神话的，我当你死落发展。这我只有你的到好，我两面进展，一面没塞气，一面没失落，是好，那么镇定收，是梅群兄啊，你大致领功郎早点走吧。好，不买，现在领功郎了好友，让你到老师来见见你师外，今朝当然非要叫上人了，隔头一年你最好早点改口，叫岳武大人。好，所以他只用人识到好友。起码东西要听出来，一到老师，你们请乖叫女子啊，是来上去叫上女不误，叫女士的，女士为一口十个的小命无用，对梅青口梅青的啊，那道好福气，该大到杭州小巷不能笼络十个女子，一表人为相貌堂堂，好，你梅青代理口这个女的是外兄，这2年来口得中美。老实说，可话是一个条心里明白，现在不大力说出，等子一些，你们请大子女子啊，为主兵部府，两里去打老高要商量，3位夫人还晓得，找问我做媒人还要弄，你来从高本，是你叫美国公台一人都是找问我来了，这条你敢不如送到兵部府？等到兵部府，既然你敢不嘛，张氏提出心得，那么行也是杂白，那男高送不到女高，这个叫定亲，明朝人光行的。等到定好亲送好小半呢，这张氏提出失误，但是小朋我要报对啥？但既要你送告诉你，真亲的日家要是改得过。女送是代管，越早越好，早点认亲，早点谋约，早点过来，早点利用，靠改过来，对，是分话的来可记，是这样。你勾些个你家不要不里头，现在扣好了，你本浪飞来飞去，是千个年路了，大喜之神，蛮好，那么正临千个年路。那么男高分晓得我是，那么找问我再打男高，反正一枚青是现在女高你叫改制出来啊！一枚青是讲啥？或者澄清，我让老师分东西给我要了，到底是男高改了女高改，所以现在你要女高改，现在改了千个年路，哎呀，是来福就怪是独立啥？是梅青兄啊，我看他是刚好的，叫官主来真是要叫白起个副高庄来呢，别错，这点你抓到对的。那么现在哪里？现在他是答应子奴才，现在来真是要叫出个高庄改为执掌，将来执掌么弄1年之高过来，来口
随便当。你们就想到那个咁正经的话，所以年高一高，一年一年下来，好像那是高等之才发帖子，真无八卦才晓得。王仁礼，他才晓得啥子？兵部堂的儿子，他礼部天官的男啊，他知他是个神人，但是还有一种官有不懂，啥个不懂也不懂啊，你们请人儿子的。那你该唱到朝外的心路，是该唱一门请有你之在，是吧？是一行最少下这让你现在已经走亲，通政大堂上问我走没？说个蛮好，这蛮好。那么文武百官们，男家送礼嘛，女家也要送礼。有啥送子男家不送女家得不来？我女家的数量比男家来得多，所以男女两家才好去吃喜菜。这官场中间这两年是闹忙得不得了，你要叫卖快，所以今朝天的你落。大家一来信啊，因为是周青啊、报党啊，你实施个总体大蛮内容，你一时头上要努力，你立马啦吃当饭要走你，还没啥听的，所以呢，我寻侬过得快一点点。现在你听个你落的，今朝小家要别走，你来准别走要出高，等一些人谁等南高发脚过来了，要来接新娘娘。所以现在我对财务小将到听上去别目，他说讲，夫人那听上正，这叫上去见礼吧。偏向我对财务，你来这你上班好，这个新娘娘衣裳的外分换了，我对财务嘛下来，其实个别种了。走中门的也要考虑，表门的也要考虑，顶顶要紧呢，就是娘要盯住两三人，所以现在给他听上向的看见娘，当然要离开你娘，总归心里想有点难过的，所以上来嘛听个母亲，女儿亲爱不来。济公周某是，那么要请大哥来讲一声，周某大人生来真亲爱你送个高飞，满日夫人，不过分20来个娘，这个是个后母子，叫人一声孙女起来，是恭喜周某。这些人光你夫人，想想个能真福气，跟日子当我来讲，我当你讲子也靠我，总是给他们给个张亲日人工，他所做美人，真正人也吃高菜，终于要娘个应该要盯住两个女儿啦，是。我出家到夫家门，为娘是与是美谁与婚心，像女大当家是终身事，送金律我为是一家的神娇儿想你是么在家一向人心关，到夫家你一天也是累神小人翁各为比，要找来个知己去请人，做奴们的娘讲，
那夫家去做新妇啊，你不能给两娘搞着他，一向人心怪的，不可以。你一切侪要自家当心，小人翁狗定定要紧。叫儿啦，金龙染夫为弟儿，你们夫妻后莫要一点心。想那一心乃是个知识客，你与他他对面是工人能分，九儿啊，你一得两字须牢记。啥叫一得？走新路啥叫以为？那就是我父母对那个教导，一个女人要三从四德，在家同母，出家从父。到子男家，你一切侪要听男家说的。九儿啊，想今日定怎样？今上下怒不虚后气，需要高深后悔太人心，你的他人在背人，让他讲得该得了，后头两字定定要进来。女儿啊，你待等三找到，早早无意真，我明了中国比较的心神，你们夫妻双双只为门到那批宾客里来年新郎君，到这个一日天啦，三转跟我一阵，即叫进门回来做谁走啊？是女儿最下飘下，夫人啊，此非跟随下妻，东望一风，一切要你当心，侍奉好小姐。请夫人放心么的啊，有什么？那么怪着能周宗明立刻他两个头，大致欧头为得流浪，实在流浪就在弄好。今朝你来准出告，告是告一个，新娘娘，嘿，但是轿子要你落定，是啥？新娘娘说一句话叫为与娘家小姐，啥的？身高欧头你四个，里飘下娘。送两个，说今朝一路人再向深路去搞，你三个我的不算多，有两个搞搞40几个，有两个顶多搞到70几个，真不得了。所以现在呢，一切老等子一些哪里来的？密密麻，次次当当，花家到该当。那么冰箱新娘跟来，请新娘上前，新娘娘我自动当备，风骨摇摆才是，这都是节目，啥叫节庆的不是？所以娘新鲜要一起当备好，等到我来了再来要娘们离开一个队，他调门的围头一上，你来真上去。等到上轿子调走来，我上轿岗，我的叭，密麻，花轿车。屁股腹，直到给他兵部副顶脚，跟娘家轿子给了老师，我的一个在跟进。但是新小家今这顶呼叫了，一家好顶到天上的，
等到上条杠吹他用多个脚杠插一插，喏，新三条得到理想。今朝兵谋富裕，高登结彩，彩马楼，这口进门里，次次当当，声效一作，我哟闹忙得不得了。往来的宾客，男男女女，挤挤一堂。哎呀，那算辰光到了呀！哦哟，就是错不到动手啊！错不动嘛，还是我新娘娘吃自在自在。那么呢，听吧，听吧，来，听。来，我们想想啊！撒旦，一请新郎登堂，二请新郎登堂，三请新郎登堂，请新郎登堂。请新郎登堂，哪的了？给他还有新郎过了，你还是还有新郎过？那个讲哎，我哪能讲？这个还有新郎过，一个新郎过有该这个新郎过搭高子，那么不是个搭高子，不要三请，不要有两是两请进去两出来的，说个两请这样肯定知道。可是我知道一个人讲是很合脚体恤的了，新郎过啊，比方说金正郎是报堂，是一个3日天，脑子皮头铺盖，困了天浪向等报堂的呢。有个新郎过了，当然了。哦哟，可是给他们是那搭高子，搭奇怪，中国爸爸来的，我呀，老爸，老爸，那中国一听说好道理啊，为何哇？哎呀，老爸，这日子也更夸张啊！那哪里来？这新郎姑呢？准备好了。老爸，新郎姑的恭喜外分出来，我叫公子尚未出来呀？是呀。稍等片刻风去接纳。快点先生，快点先生。哎呦，中国就你的事呀，你哪道理了呀？用劲当赶到该大书房门口。公子，其实这个真用呢，来让书房里，就说衣裳分布，那么后头的声音，俺听见了谁听见过？密密麻麻放炮，完了听，这个声音进这就闹忙着了。真用谁听好了嘛？就说随时认不出来。少批呢，这你的我哪可以当你来真神听，因为你来真是吉人之女，我一个人讲谁不里多杀光，所以心里想恨。这听见后头完了，为了听，你哪弄法子呢？更有声响，那书题一声相听在里听是悲的心如歌，真用是热肉纷纷落胸地。想起曾家有日上有的，我们陪是口里。举分地用将士
吧。怎能够受神之女，把阴情理，把杀无人，偏不必，怎能够对得起的娘与祖？我是为人不明恩日，万个世事替身一来真啊，并你要仔细自家，我绝不生听到大喜。最内面孔那标志，最内上下又是谁之何非？我绝不得你登堂结拜。哎，我好恨呐！也是一条了，中国啊，公子少爷啊！真用啥上头的听见耳朵上喊，心里一好这个少年讲，为你是谁？啊，家公子啊，为民兵下已经相亲受此，出去登堂结拜，你为我为不出去啊？我不要背当啊！那特子高兴了，不要报道了。少爷呀，你快出去呀！等了你好几日的，这日要功德。倘若你不出去，老爷来问你，你怎样回答呢？喂，这老中国的没哈，你再违反一句闲话哈，你不出去报道，我的等至半日天子，老要来问起来，你哪讲？我叫真正看反过，我哪个人回答你？我哪可让是你女士不报道？一没心事现在晓得不报？被我讲了呀，这么拿龙法子一想，那谁气得你报一报堂，对，注定你的。来真啊，我与你才把夫妻配，让你光明的夫妻两去，你好比花上有样，内神对，金花水却空虚，一上你心啊娘，一幕空等待，你是内怪小生，这都叹气，你们在挂我，在挂那自个是为真用注定年头嘛？
面孔上眼里呀刚正靠够了，衣裳分物就说打过来的书气他们嘎一开，管家走吧啊！还有个老中国对公子哥哥那个是男的，出去报堂吧。啊，大相公，你礼貌为人，跟我怎能出去背堂啊？可以的嘞，不要说衣裳了，就说来的长个，专门就让说嘛，身上白，就节目，中青人光说个，岁数下来做是过年，还要对让像说嘛身上白，这个是两样的，给是叫节目。不是头上有功名，那么正用我们的办法讲，为在里向把马五号嘛，才能够打出来。是好，大相公，你慢慢地来啊。是，说来叫你慢慢讲，你们来中国谁要去规则？当然分担马的哈，为你哦哟，小公子来了。哦哟，来不吧？来，再来看，来，谁让过来？谁让过来？再来，我们来，再想想。撒旦，你的妈！一请新郎登堂，二请新郎登堂，三请新郎登堂，啊，请新郎登堂，等到彩背天地，夫妻两个的平把平理好，对当中后不许做。才被二日四八，四八天二八天，再要八走。那么一个一个亲亲舅舅是长辈，才要出来见礼。可了从前个夫妻走亲了，个新郎姑到新娘娘个头是要磕水了，磕得了整个头人老长得了呀，真叫新郎新娘等到当八特。是理在，那么呢，乖叫一声，并想比老还要讲两句好闲话，叫红罗真大落塔上，终于一对好友呀，今夏东方花烛意，来日彩霞床有郎，在手台风日东啊！说叫手台，我这个没错的，新娘的新郎要来台台上过。一脚给在天上要扑起啊，是扑到新房里的了。这个叫手台，不晓得一路过来，并向我红罗真打一个头，新郎姑们招来一个头，新娘娘呢还招来一个头，新郎姑们来前头走呀，新娘娘们来后头，叫起红落飞，规实在真正的真用的不考我了。150里要结婚，你所以了起了这里往前头这个拉得这么较紧，这个是红路大日，实在比让新娘相帮老了了，新娘娘也看不出来，对郎也左面红嘴，对没来，孙郎在搞红姑要办大当辈，孙郎就文良的嘞，才好子一路慢慢叫送日东吧。听到冬呀深深秋花开天地结良北的神就说并可以来牵头有一个为带牛夫产风水人交一个为风雨
慢慢恶心恩是一狗儿香花有天真真情一狗儿香你真正魂之内是一狗儿心切切一狗儿泪悠悠一狗儿牛一岁一狗儿心不够一狗儿落来一狗儿死一狗儿伤心一狗儿哭他们是一路是的心望尽上离的一生活喜娘让的来亲近等到风日洞房喜娘可里多夫妻手上杀战新郎新娘要平把名字手一手这个叫手上杀战这是从前啊为一种迷信呢啥个迷信呢新娘娘洗手到新姑娘洗手啊要有分档新娘娘是够爷娘顶桌子出来的呢你不肯受的是够个新姑娘爷娘还在你刚子呢还不肯受的要等新娘娘受等新娘娘吃他手过来呢新郎哥快手过去要拿新娘娘给他要卷呐但是受了的啥听是将来和气啊但是这个新娘娘你压得过是够说新姑娘的衣裳把新娘娘压了新娘娘个新姑娘要破了舞这才么才是哈水才是结婚不个种事体那受了自己衣裳哪谁受啥的不个事体所以今天呢真用当你来真手手的而且当中还隔开一点点说的大高分多少大高根本真用啊你得知新房里今这档案已经把门那个点点规矩中国要的你放这么跳一跳但是你不跳两个新娘砸上来要听你饿了追上来一步叫一声新姑呀你新娘到哪里请我姐姐新姑呀这规矩呢上司新娘上来听个目的嘛随时为自己上司这个人光真用心里想我是啥了还上司了谁不够力把周身来介绍啊这样他一个两个新娘想给个新郎过去上里来啊哎呀我当然考考气气今天你出来做新娘的一看新郎过身体不就来要追出来的嘿新哥呀你奶奶家这样为要我去吃豆油要回来真用想为啥豆油心里想很推要么豆名要回那就是来嘛一岁的介绍他手指过忙真子上一郎想烫一袋代理妈妈你来整啊那么是手在我的那个包长的包的给他为主那今日们我把父为的干呢新往里来来呢还非要来看我这所以推上去他就是来等我里面在失望里想进失望当失望们归上嘛各都输了真我们在失望
这个辰光但是下头有人来请狗要的三家下去啊，吃豆油鸭饭。哎呀，偏向做女的以外，狗要么谁吃的？这豆油鸭饭哪吃法呢？新娘娘头上块方巾啊，分条。做女的狗呀，这块方巾应该难条。这不条他们你三条拿下去吃豆油鸭饭，啊，总是后头不动了。这几锅里，抱歉嘛，我们来看什么老三。谁趟狗来拿块方巾，拿他们收拾。是你来正打真用高档，方巾还是偏向贴的。那么贴他方巾呢，来正偏向财务嘛，要到留下的吃豆油鸭饭。一方面呢，怕冬日到市场里去拿新郎户听得听了豆油鸭饭吃它，那么在那里做夫妻送到流浪，这规矩了。新郎户应该跟着新娘娘的一道到流浪，这绝不空放。但是新娘娘到屋里到子里了，新郎户神就回到市场里下，市场门板关上，你叫卖狂一到三者上，要请来新郎户为门做三者，都是征用了市场里下，是也是你们市场有真心。